想問下你今日嚟呢個集會嘅原因係乜嘢咧？我想嚟一齊支持呢一個 Hong Kong Cafe，即係促請政府盡快審批我哋嗰個嘅申請個進度啦。你自己本身嗰個 status 係點樣？我係申請咗 PR 15個月，啱啱收到 AIP， 但係仲等緊咯。咁我就覺得比較耐，咁所以我都好想大家一齊有支持呢一樣嘢咯。你係大概幾時申請？等咗幾耐？我喺23年12月嘅時候申請嘅，咁就等咗15個月咯。你自己覺得嗰個等嘅感受係點？或者中間有冇遇到乜嘢嘅問題？有，其實見到前面嘅個案咧都係好快啦，即係可能半年7個月。咁但係點知去到我度嘅時候咧，等完1年，以為1年有，但係都冇，跟住等咗年幾都仲未有任何消息嘅時候，其實我係比較焦急嘅。跟住去到出咗 AIP 嘅時候，其實都冇特別好大嘅分別咯。咁啊，所以都仲係等緊呢個 CPP 咯。咦，咁工作問題方面有冇簽證上嘅問題？會有喎，其實我簽證到今年年底啦，咁我好叫做比較好彩就有 AIP， 所以就聽説會比較容易啲去申請 BOWP 嘅。但係其實如果佢唔批嘅話咧，我就應該冇得翻工，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嘅。我哋啱聽到好多唔同嘅個案分享啦，聽到其實有個共通點就係似乎冇一個 certainty 喺度，冇標準啦。唔知幾時得啦，唔知幾時唔得啦，唔知點解得，唔知點解唔得啦。你自己嘅感受聽完之後，你又覺得點樣？我都好認同，其實有共鳴感㗎，因為大家都身處喺同一個嘅嗰個狀態入邊，所以喺分享嘅時候個共鳴感都幾強烈。同埋當申請到嘅時候，即係見到有成功個案都會好開心。但係當完全冇消息，即係人哋可能同一時間申請，但係佢快過我，咁我又會好焦急，點解我嘅申請未有消息呢？咁樣咯。最後一個問題啦，以你所知，你嘅朋友或者你認識嘅群組裏面，其實係咪都出現比較多呢啲嘅問題啊？申請審批有問題啊，甚至俾人 reject 咗翻唔到工。以你所知係常唔常見嘅？好常見，其實好多人都係等咗好耐，跟住係完全冇消息嘅都會有，或者好似我咁樣做完晒 CNCC 打晒手指模，跟住乜都未有嘅都有，又或者都有啲人係 reject 咗 BOWP 咁樣，即係大家都研究緊點樣可以申請 BOWP 而唔俾人 reject， 因為大家都驚俾人 reject 咗之後會留低咗一個嘅 呢一樣嘅 record 之後，好難再申請咯。Sorry， 我依時先係最後一條問題。係你自己覺得成個 situation 啊，你自己係樂觀啦、悲觀定係嘅感受係點？我其實一半半啦，即係之前會比較悲觀啲嘅，依家就開始放輕咗少少，但係其實都會擔心咯，即係唔知幾時有身份嘅時候，其實會擔心咯。